咱即马就请这个姚志正开始，好，多谢，谢谢。特别讲到业主的甲姚志正吼，有一个代志我一定爱讲。姚先生伫美国读册，伊对咱遮北加州对全美国海外民主运动伊足关心，但是有发现一个乡会。拢无组织无一个足上轨道的组织，所以含咱在座这个清正兄，因两个就拄仔讲，咱爱这协志会，爱互美国带美国一个较成样的台湾人的团体，所以协志会的脉络，就是姚志正甲清正，伫1972。伫清正因兜，两个啊用足侪时间写出来脉络甲单独，所以写出来脉络，互即个协志会伫咱当初伫台湾人海外的民主运动内底，正式第一个有一个组织较成一个行着民主制度的方向咧行的组织，所以今仔会当请着姚志正过来咱伊的。第二个故乡来遮，咱感觉真光荣。但即段故事可能足少人知，因为清正伊家己本身伊较歹势讲，所以我来将即个代志讲互大家分享互大家知。多谢你，谢谢。要甲运动，咱这甲咱美也足大的关系啦 ，OK。伊本来是为了咱来运动足热心，你知影周成勇吼，这个太小代志，周成勇嘛是足厉害。咱今仔第一届这个协志会，咱这个世代会伫北加州举行的时候，伊甲柯友上两个无险来参加，所以两阿某4人拢为了台湾去拼 ，OK， 这点咱来甲讲一。姚嘉文甲周成勇两个吼，对台湾的运动是足大 contribution， 拢无包钱。多谢吼，感谢吼。你讲23年我来遮演讲，我讲这个是湾区陪我50年，湾区陪我50年吼。你讲我对湾区讲的，这湾区改造我整个人生，伫这美瑞啊，不管是斯坦福。伯克利旧金山艺术工会这段时间真短，但是整个改变我的观念。所以我拜演讲，我相信市场来听着说，湾区陪我50年，因为从1972、73，我伫美瑞啊这活动，甲大家熟悉，看这个册。对我影响足多，包括我以前毋捌插政治，台湾这深度介入甲美的岛事业，甲民进党成立甲来甲影响对周成勇因咧负责民主进步党的组织这段时间吼，我一咧做落伫外口，这个精神其实是美咧带互我吼，所以我对这有帮忙，伊对我有帮助吼。没有被 A 就没有姚嘉文哈，所以，我现在要陈文雄，即摆伫台湾为了参加，甲讲吼，你要将这50年所见所闻写出来，大家知影。我开始写，转落开始写，讲负责出钱互去印。我转去写是半讲毋对的。我阵1972年，我1938出世，才1950年代，咧观察台湾的时候，我受足多，台湾模协会，阮中华台北，台湾模协会阵也足多人伫台也活咧，受因影响足多，不过甲伊讲话一看就自然影响足多，所以我无可能为50年前开始写，50年就是1975开始写，我无可能。所以我再推往前，都加50年，做100年。所以这本书是安尼来的。本来甲陈文雄咧讲是讲写50年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史，结果变做100年，加一杯卡去，加一杯内容吼，伫遮。但因为
我另外一个朋友准备要写文书，写台湾民主的中年危机。大家讲台湾民主运动吼，到即摆轰轰烈烈，国会足多，发展足多，疏忽足多，进步足多。其实有一个人看到台湾民主运动、台湾民主现状的危机吼。我无去参加，我会参加文书的写作一个 team 咧写，结果因咧讲，因甲我讲吼，其中一个教授讲，台湾民主运动毋是中年危机，是世纪更替。足严重就对啦吼。我本书尾也小可有提到，就是讲台湾人虽然大家拢爱民主，但咱着客观环境、世界条件对咱帮忙足大咧，台湾人其实没有好好利用，你要做就最奇怪的代志吼。啊，搁一寡人像我中国咧破坏台湾的民主，所以台湾的民主其实非常有问题，有问题。哦，即个今日我今日写吼。民主台湾吼，毋是写台湾民主，台湾民主其实也无足健全吼。你写民主台湾，咱民主的运动是台湾这过程，这过程甲分做8个阶段吼。台湾互咱足骄傲的，就是讲台湾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有结构虽然无像，但是有民主国的观念。吼，第一阶段是1892年吼，输入外国传入来，为法国传入来民主观念，迄当时有一个福建人伫巴黎做外交官，派来台湾，阵外国条要迁移了，台湾一寡官，一寡即个设计人感觉讲无爱互日本人管，所以设即个台湾民主国，阵台湾社会吼。对民主这种观念是无啦吼，但是台湾社会足紧着接受这个观念，迄种所以到尾即种我的小说，或者我的小说这段时间写做叫做黄埔印，因即粒印是金仔做的吼，国旗是黄虎吼，金印仔旁边有一个黄金做的老虎的雕刻吼，用迄个黄埔印做即个小说的名，到尾拍做歌戏。我迄内底强调一个观念，讲台湾从此无皇帝吼。所以当时民主国甲共和国分无啥清楚，但是台湾人真紧着接受讲台湾无爱有皇帝，所以嘛无爱有国有即个观念吼，这是虽然为法国输入。民主的观念吼，建立一个台湾民主国无成功。我会记台湾东北甲讲台湾独立运动才胜起吼，但都你记袂？伊就我去因兜咧讲到台湾独立运动失去，伊讲其实1895年就有咧讲台湾要建国独立这个观念吼，输入吼，内底吼，迄个唐景崧做大总统的时候，这是。做了无好啦吼，但是我想这都用别人甲写的，可能搞不好伊咧信答应，即8年底甲写讲，改台湾的民主之国，各种一切新政应以先立意愿，公具议员吼，向强烈力量章程，就表示有这观念吼。且伊咧在甲提到两院，也无提到法院啦吼，咱无至少。已经有一个议会会设立的观念，这是1895年嘿，种真早，这台湾以亚洲来讲是第一个民主国的观念、共和国的观念吼，这输入，这观念一直留下。其实1895年这个代志，对即摆影响也足大吼，包括以后这个叫做雷震吼，希望。亚洲会建议讲，由台湾甲中国切断关系，建立台湾民主国，伊加一中华台湾民主国，影响其实老大咧吼。会当讲这是咱的输入吼，过来。即个当然有一寡争论啦吼，有足多人讲这台湾民主国有啥物了不起啊，还无成功，几工就倒。
啊，争议足多，有人甲笑吼。但是咱台中无妨有一个少年叫做林子敬吼，林子敬吼写一首诗讲。一场春梦去无魂，为好人间笑自春。即句话，伫我歌戏内底吼不断出现，讲就是亚洲女主角渐显成败无轻落。就讲，即代志虽然无啥成功吼，但是究竟是亚洲女主角，这是互咱达到非常的这个骄傲的。所以我会记伫台岛因头去讲，台岛运动这观念早就有，100几年就有啊，我印象足深啦吼。所以我感觉咧写讲吼，若要推动台湾民主的观念吼，台湾写甲中国无共款。台湾比日本来讲，日本民主维新是比台较进步的，日本会输入即个民主的观念吼，差不多是迄个时阵吼，195的前后的时阵吼，哦，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吼。这是咱的第一阶段。啊，这个台湾民主国这个代志吼，中国人的规划甲咱的规划无共款。台湾的一寡做官像咱读册遐看做，或者俏红霞伊就咧讲吼，这什么宰相有权人割地啊，孤城如一可如天啊，他妈哀叫吼。但是伫2006年吼，咱陆家嘅司徒芳小姐改编我的保护因小作做歌的时阵，伊就改写一段意义啦吼。哦，讲普通国民党嘅宣传就讲台湾挂日本吼，啊，足无彩，足毋好，足毋好吼。但是这歌意唱出来不一样，讲台湾挂日本去主菜是好还是好，是好还是歹？无得靠后面这句较有意思，长山放山，迄阵我迄个对主角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的吼，啊，不但是反清，啊，这长山都已经甲咱放杀了吼，啊，我即个无对个咯吼，所以反清复明已经无咯吼，啊，所以到底什么意思？伊咧唱讲，长山放杀，反清不在，台湾合改自由拼将来。哦，所以189这个故事吼，建构的观念还是民主的观念拢有了吼。不过社会还是普遍对民主也无观念，只是讲伫高层，特别台北爱做官的吼，台北人知影讲民主是什么东西，有咧讲吼。这第一阶段吼，第二阶段就较重要了。咱咧讲100年前是应该1901年胜去，迄阵日本通过法律。哦，讲台湾的法律适用于台湾的法律，袂使用日本的法律，因台湾社会甲日本无共款，啊，所以因就讲台湾的法律要另外定，啊，谁要定呢？哦，总统府定吼，因为日本无管理殖民地结业，台湾是日本帝国新的第一个这个殖民地，第二都是海港啦吼。伊嘛足紧张，所以制定一个六三法案，啊，台湾人最初是反对啦，讲咱使互这个叫做总统府反对行政权跟立法权，啊，到尾台湾人研究结果讲吼，台湾的法律啊，甲日本法律啊无共款，这点是对。但是台湾的法律制定，啊，咱家己制定，毋是由总统府制定，所以林献堂面做人吼，因1921年就开始。来进行林献斗争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议会设立运动吼，虽然15遍是拢无成功吼，但是较战后咱咧推动，党务咧推动，国会全面改选，意识较快。哦，在国民党来以后，虽然台湾有立法院，迄立法院是台湾的议会，伊90%拢外省的吼，所以就相当于咧推动。推动咧，或者老杰下台的时阵吼，伊去将迄资料调出来看吼，80%拢有问题啊。中国虽然讲伊选的立法委员是国民代表，其实拢足侪问题吼。台湾至少咱的有咱的议会是1992年以后做的，是讲咱推动国会全面改选的结束，1992年一定会时代吼。
所以伊这以前1921年，里面动伊就推动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这个运动意义就是讲，咱确定讲台湾社会法律袂使用日本的法律，另外制定，咱无要互中国制定，无赞成互中国制定，咱家台湾的代表来制定。这个观念是非常的进步，非常的进步。嘛会看出咱的前辈，有脑筋，其实拢有讨论足久，伊讨论足久，讲，因为台湾议会请愿运动是足保守的体制内的运动，甲足侪国家，是讲台湾早期像大阪的事件啦、原住民的屠杀事件，用武力反抗日本无共款，因1905大阪的事件了，台湾人就无咧武力咧反抗日本。在1921年6月以后，里面当然也感觉讲台湾要用武力，就较早讲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反清复明款的，伫台湾是做袂到，所以因在伫东京读册，伫上海读册遮人一批就决定讲推动台湾议会设计运动，这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名义比较起头的时候，这是19年。所以我咧讲100年就是伊才算起，当然啦，民主运动，民主运动有两个问题，就是方向，一个是方式。咱的方向是要创啥？方式是要用武力，还是要用暗杀啊？是要用什么方式？咱的前辈是采用这个和平的体制内这种运动，这种批评讲里面当出来是受过反左派，足侪人反对。毋是讲反对讲即摆就无效啦，日本国会讲袂当接受其实也无效，15遍，14年15遍，日本的国会只有少数的动静无甲咱接受，但是观念影响到包括到阮迄阵啊，所以想到美的岛运动将国会全面改选，当做咱的3大目标之一就咱台湾爱有咱的国会这个观念一直就1921年就开始，民主进步党成立以后包括做当初迄阵国会全面改选，一直是咱党外还是讲民主进步党领袖大家上面的上重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改革，第二个目标是国会这是免疫第二阶段。这当时。上头63法案就是讲，台湾的国会设立法律的制定授权这个总统制定这个63法案，咱上头讲会期，会期大家考虑结果讲咱只是反对总统制定法律，但是台湾的法律甲日本法律无应该共款，迄观念是正确的。日本国会两个观念就是讲，台湾的法律甲日本法律袂使交，日本法律袂使实施伫台湾，这点是正确的。但是实施伫台湾法律，我总统府去制定，这点咱是袂当接受，所以就有这种观念。台湾议会设计运动，这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开端。这台湾设立议会这个观念。建立变做国会全面改选，这一直拖足久，一直拖到李登辉美丽岛时代也好，李登辉时代要实施，一直到1992年才达到这个目标时间拖足久这议会设置运动伊当时改革，国民党改革的时候无咱做的代志，但是日本人是会当，这是我爱插你，但是你要去签我是会使的这个运动日本的成立，这是黎明时代的组织运动。日本政府出版的这警察日记内底，伊家承认讲这个运动，伊会看做是黎明时代的组织运动是开始啦，开始。尤其阮有实施了这个问题，1921就是拄爱讲新年，
啊，虽然无成功，但19351岁吼，伊个足球羽毛新书也这有些个对这古诗足有研究。伊也同意讲，这是义运吼，议会运动。啊，到1935日本人台湾第一个选举是1935年，当选举的范围吼。啊，甲迄种席位足少足有限，但是日本人总是到尾同意互台湾人有选举，所以台湾人会开始有选举是1935，国民党互台湾选举是1959吼，1935伊就这面，伊先搁着听的这件代志。啊，所以这开端到1935，台湾人开始有投票权，日本慢慢同意，但是战后的时阵吼。国民党来开始摧残，所以民主运动的人也会伫遐几个一寡制度拢破坏掉，这第三阶段是伊个摧残，这摧残对台湾影响真大不，伊这摧残虽然是摧残，但是时代无共款。咱台湾人就是伫美国、伫日本，台湾来保守阮迄个大起，有做法无共款，所以不过就是确实第三阶段台湾。民主运动是行倒退所以那个28事件差不多单于是国民党政府有系统将台湾的一寡知识分子像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叫做拢掠去有的枪杀，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判刑这到1949甚至发生四六事件是。文庆上去学校抓人迄阵才无法无天。1949第2个以后是改革，就知影是白色恐怖。这段时间台湾民主是倒退，台湾民主这段时间，台湾人会甲我讲和平请求、和平抗议、和平要求无效的，实质是要用武力海外嘛足侪组织想开始想要用武力台湾的国内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较毋敢讲想用武力，有人讲，无人咧做，海外有咧讲这是第三阶段民主的摧残过来。所以像蔡英文总统伊对228事件的评论伊嘛知影讲28事件虽然了，但激发咱台湾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咱就感觉讲，你要看28事件内底，迄间叫做委员会提出的观念，咱看台湾是小小的进步。比较中国来讲完全无共款，迄个林什么先文学院上。林无先，我一摆去做加拿大做湾区我伫无先伊囝伊水到，你讲我听伊讲，伊爸爸一开始伊翻日本，嘛期待祖国会当来台湾，结果有一天因爸爸就高雄城做才后倒来。第2天，大家出来食饭的时候，伊问因爸爸，迄林医师林什么庆？林宗义我头上摆拢会记。伊伫遐甲我讲，伊爸讲爸，伊讲我倒送，你走是走倒，是安怎来？这人也无歹人，透早转来做人爸不看红闪闪。林无先足感叹。有人较早讲日本人足歹，伊爱做落来，有时讲做落来比日本人搁较歹就对了。所以当时即个时代是虽然对台湾民主运动有摧残、有压制，但台湾人要民主、要自由的观念并无按着消息，变得较强阮是讲从即个时代出世28岁我阵较细台湾社会包括长老教会内底，足侪人拢知影讲，长线甲台湾无共款
日本统治台湾虽然足歹，但是迄种民主的观念伫台湾社会已经慢慢有，特别早落社会传入来。这咱本身是民主国家的物件，伊足侪物件拢有民主的制度吼。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开始就不一样吼。即阵国民党伫台湾咧统治台湾，伊的理论是我是中国政府，恁台湾只是我中华民国政府的小部分，所以恁的国会，咱中华民国国会内底台湾敢会使少数。哦，照讲是，毋是30分之一，应该是200分之一，就咱人足少。赵三龙讲讲，我们大陆人10几亿，我们多数里面少数里面要听我们的话，然后刚休息。一摆我咧讨论，大概在某一个座谈会咧讨论讲即个台湾的国会啊，全面改选，因为多数的国会议员拢话是讲无合理，伊讲怎么没有合理？我们人比你们多啊，你们少数听少数。台湾人大概伫遐开会拢足无欢喜。有人讲会要求你起来甲伊治，但有少爱生活甲少爱甲人相治嘛。早早较好，拢足车，到即摆嘛足车赢啦吼，足嚣张。你们少数要听我们的，我们多数一直咧推动大陆代表制的，都国会内底老的已经要死咯，已经少。愈来愈少，就像迄迄阵，伊国民代表阵，伊咧处理迄递补制度，较早伫中国大陆选书的遐人，若有人死，会人递补，有人投降无来台湾嘛递补，是讲伫出国，伫美国伫各国无要踮咧台湾通递补吼，伊种递补制度来解决。我另外赵少康咧主张，大陆代表这个说，台湾的外省人。要代表大陆各省，早早逐摆拢咧讲讲，我是荷兰人，我代表荷兰吼，大陆各省、蒙古、西疆都要有台湾的外省的代表，因为我们中华民国不是讲台湾，咱中华民国是包括一线、非线、广播、写中、新疆，拢安尼讲。伊讲我迄阵已经到。国民党较末期了，大较加讲着，但问我讲，要叫你起讲。我讲吼，下早康你代表荷兰 ，OK 啦 ，OK。但好奇怪，我哪会讲这么话？我讲，但是你的税给我退答啦。美国一句话讲，缴税没有代表是暴政，对不？我问你，你留美的一句话要听，但你敢知影没有缴税有代表是什么东西？讲立法委员是审查国家预算，恁荷兰啊，跟西，恁无咧纳税金，阮派代表来审查国家预算，莫讲制定法律，何况你是台湾，你也毋是一线，所以讲，赵少康你若要代表荷兰省 ，OK， 你税金退啦，就点去，咱点去吼。所以国民党伫台湾就变做政过。讲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的领土包括小海棠，我小海棠，蒙古驻台代表有一个是讲会找我，伊讲要是你咱甲伊要转去落吼，找张小海棠地图，讲下个创遐无路用，讲你早几张给我带回去，我想讲我要带回去给蒙古同胞看，讲人家台湾的地图。把我们蒙古给包括在里面，不敢当做笑话。我来去找，大概吃无人咧不会，但生态也有啊。原来我来洛杉矶的迄个华文书店吼，我甲问讲，伊老板你才甲我出来谈，讲有。伊个摕一本书，这大店，今早店画图，我多少钱？不要送给你。送给你，小等下跳过去了。等一下，再回去。我讲伊讲不要钱，讲这种地图没有人要。国民党伊就是用安尼来表示台湾人伫中华民国政府敢享受很少的力量、很少的权利，把国会甲行政过来。
高普考考试录取也需要台湾人老师较少，台湾外省人老师较多。所以我伫1975年台湾政府下定就讲高普考不要再论省级，那讲考试然后每一省有个扩大吼，台湾人当然老师较少吼。所以这种是蒋介石构想的伊的统治机构。OK。这个问题甲汉城发生就不一样吼。汉城发生时阵，就讲伫汉城发生本来美国杜鲁门总统是无爱插台湾的啦，伊讲台湾个中国对敌个代志吼，蒋介石咧政府讲斗志啦，插得共款吼，咱我就不管啦，不管吼。但是汉城发生的时候，美国发现讲迄袂使咧吼，台湾人个中国体制吼。这个太平洋发生问题，所以杜鲁门总统伊就开始发表一个声明，讲台湾迄阵台湾法律上是日本的土地、日本的领土，事实上是蒋介石边仔只咧顾咧占领，但法律上台湾毋是中华民国政府，台湾这个中国政府甲中国中央政府是无共款。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亡去了，台湾要设立中华民国政府是共名吼。但是这台湾这领土法律上是日本的，但是就是足特别，所以叫做地位未定。所以杜鲁门总统伊就讲，但这本来是无爱管啦吼，战后本来战后有一个和平条约，大家拢咧无用吼，日本咧复原欧洲咧复原，大家拢无用吼。汉城发生的时阵，杜鲁门总统讲安尼袂使，台湾问题要解决。所以要怎解决？是讲，当然这个旧金山合约吼，是第2年的代志，伊就先发表声明，讲台湾未来地位决定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安全会合2个方法，就甲日本和平解决是签订和平条约，还是两项无进行考虑吼。第2年1951年，杜鲁门总统决定采用这个方式，因为袂使甲日本战后无订合约，所以台湾未来地位决定爱甲日本和平解决才来决定。所以咱有足侪学者啦，都咧讲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地位未定就讲台湾是谁也毋知影啦吼。其实台湾地位未定是1950年到1951年釜山合约到个签约。一段时间，台湾足奇怪，领土是日本，法律上日本的，事实上蒋介石边仔掠咧顾，这台湾到底是啥？毋知影，就是地位未定。但1951年就不一样，所以1951年，美国就派杜勒斯家庭出来，甲日本选一个国家，伫遐来讨论吼，讲甲日本的合约，因为日本都是马卡萨咧通知啊吼，若和平条签了，美国政府要撤退，了日本人会用主管因互伊继续伫遐自主，变做一个正常国家。所以和平条约写的时阵吼，有发生一个问题，讲甲日本相在一个国家叫中国上来代表。日本足侪瑞士、英国、法国，即个毋是最少荷兰的吼。法国足侪国家是拢总50几国家，有甲日本宣誓，要来开和平会议时，谁要代表中国？中国是甲日本作战，美国出上侪人，受害最深的是中国，谁要代表？蒋介石讲我，无得咱讲伊当初甲日本相台迄个领土，蒋介石伊讲，当时我做国家主席，但是。当时甲日本相台咧领土，毋是咧管，是别人咧管。所以美国因为汉奸的关系，中国有参加汉奸，所以美国是负责北京派代表，台湾要派代表。美国、英国拢讲，当然这蒋介石无资格啦吼。因当初甲日本相台迄个国家，迄领土毋是咧管。台湾你即摆你咧占领，实际上你管这个台湾是日本的领土，你袂使代表中国来遮开。所以旧金山合约日本，当时主要一边，另外这边联合国这边无中国的代表。这
结果即摆定咧讲，这啥合约阮无参加不算，不算。就甲即摆讲，伊无参加伊嘛有意见实际上，规啥合约是日本要投降，你有参加无管，而且日本这啥合约上定决定讲，日本放弃台湾，偏澳的这主权。放弃这是接着，阮台湾国家联盟是台湾国家联盟针对伊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咧恢复台湾光复节，本来台湾光复节是已经废掉了，台湾10月25毋是台湾光复节，所以讲一个中国收的台湾的日子。10月25是日本伫台湾的军队向同盟国向联合国投降的日子，毋是交中华民国日子国民党是讲中华民国收复台湾光复节，咱已经取消了最近新的这立法院佫通过佫恢复光复节10月25要放假，所以阮台湾国家联盟要发动一个活动，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纪念日98纪念会，就是要强调这个就是讲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是无讲互啥物人，无讲啥。我阵伫旧金山读书的时阵，一个黑人咧甲我问讲，恁台湾人咧讲台湾主权危险是啥物原因？伊佫有人咧注意，我讲无啦，是讲我都。旧金山合约无讲台湾日本放弃我交啥，所以讲主权未定。我讲，但是我是无赞成即款讲，我认为伊放弃是咱的。黑人就是讲，好像阮代志伊讲阮的祖先是乌罗嘛阮的白人的主人写真好，真林肯总统也这。释放天员的人，也就迄主人写证明，这乌罗会当自由，这叫做释放令了证明讲我即摆去放弃对你的主权，你就是自由人伊讲阮的祖先因为白人放弃，阮就是自由人你台湾讲日本放弃讲我即摆主人是啥？伊讲恁台湾人无主人，我甲伊靠嘛，你甲我做，即我无安尼想有人安尼讲，我无安尼想。阮是主是讲日本放弃主权是台湾人的，就像恁黑人的主人放弃了，就是伊就是自由人共款。所以我们最近要用这个来对抗因为国民党甲民进党咧推动恢复，已经通过发着了台湾光复节，我讲做旧金山和平会议98纪念日有办一连串活动9月8日可能毋是大会，就是游行即摆也咧研究所以这个了对老这个是足大的打击第这个了，联合国并不承认中华民国伫台湾是啥物，甲大陆的中华民国有关，甚至嘛不承认老这个是啥物中国的义务成员都无参加这个对老这个打击足大，就你讲你是台湾是你的领土，不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也不是。所以你知台湾的教育拢无咧讲这，拢讲开罗宣言，拢台湾个开罗宣言已经归有中华民国其实开罗宣言只是说宣言而已这不是。所以一摆我做考试的时阵，外交官30几个考调回去拜访考试院的时阵，甲阮咧聊天，我家问讲你这3几个有几个知影旧金山合约我知咱在场柯先生外交官因毋知倒一届考了，1/3人毋知有这个合约。当然，外交官毋知这个合约的存在，因知影开罗宣言、马关条约什么，毋知影开罗宣言。2/3人知影，
有开老师啊，一到一半，我问看，啊你知影开老师咧讲啥？你知影招生咧讲，招生会咧讲啥？毋知。伊知有即个会哦，即个会咧讲，即对台湾正重要，发觉学啊无教，考试也无教，啊我毋知。啊，其中三分之二知影讲，大家讲台湾数学。啊，所以台湾到即摆足侪教授也咧讲，啊，就伫话顶咧放弃啊，无讲我是安怎吼。啊，即个条约通过吼，老蒋诶足袂爽，伊无去参加，所以第二年1952年，我无小我讲就好。1952年吼，美国就鼓励台湾甲东京吼签订条约，哦，恢复咱台湾台北甲东京建立外交关系。啊，内底有吼。老蒋会坚持讲，我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啊，我是中华民国的其中一国。但日本也很聪明的，比如讲，伊个伫遐说明讲，本条约所谓中华民国是台北政府现在统治的区域的。啊，老蒋就袂爽嘞，我那是统治台北的，日本讲啊，中国也无去管啊。我袂当甲你签约限定代价，我是你领土，我袂当。大家相处不下，到尾这条代志在条约外面创一声明，大家签名。加一句话讲，日本承认本条约所说中华民国是台北统治的区域，以及未来占领的地方。加一句话遐，反攻大陆以后，你若搁你咧讲，日本就承认。迄个中华民国领土，所以这就是这个第一个对蒋介石的打击，这打击无足严重，这金门炮战7年以后，金门炮战发射的时候打击较大，迄阵中国一直拍台湾拍袂成吼，拍成，我们党就是安怎1951年就开始拍金门炮战吼。因为我才拍落以后，我是第2年去做兵的啦。我是1959年去做海军的，所以我捌足侪因海军的兵啊吼，有参加这个作战吼。啊，台湾中国拍第一天拍5万几粒的炮弹伫金门岛，啊，台湾兵啊毋敢还击啦，因为拍了就是可能因为战争发生嘛。啊，就通知台北，啊，台北就去通知华盛顿讲，咱迄阵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甲美国有一个协防条约吼，美国要负责台湾渔陆的这个安全吼，啊，若讲像关岛若吼开的时候，台湾来派兵就协防就对了吼，啊，台湾就要求美国根据协防条约讲，你已经派兵来台湾协助。美国讲无啦，无这代志啦吼，因为我是负责台湾澎湖安全，金门马祖是你反攻大陆的跳板，你家己讲哦。啊，你反攻大陆跳板，你家己的代志啊。啊，你美国甲恁反攻大陆无关的，啊，你反攻大陆跳板都无知影保护家己，我知影反攻大陆啊。你知影？迄种台湾，你讲反攻大陆老少就1年成功，阮2年准备3年5年成功，讲啊大细声。咱逐工咧写文章，拢爱写反攻大陆吼。啊，咱即马美国讲啊，你金门，你个反攻大陆的跳板都无通收，要搁反攻大陆吼，所以美国是要协防台湾澎湖，无咧协防金门马祖。啊，所以杜勒斯，美国嘛知影讲金门马祖若去中国摕去，对美国嘛做无面子，啊对台湾当然损害足大，啊所以派杜勒斯来甲老纪来讲，吼，所以你若搁反攻大陆，我无爱插，你若放弃反攻大陆，我就甲你帮啦，吼，啊所以蒋介石只好屈服，放弃反攻大陆，吼。伊讲，但中国人足好写文章，伊讲，我恢复大陆吼，是依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吼，都免派别个
文册都会当嘛。所以说咱有注意，就1958年开始咧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伊就开始咧讲。这个是不得不，所以美国开始派船，我做就是我做海军就讲我听，就开始派船啊，大炮去帮助啊，叫我看实在是唔能够拍船停火吼。这个脱了以后，对周界就是足大。你知影当时袂使讲反攻大陆无望嘛吼，有一个人讲反攻大陆无望就是雷震嘛吼，雷震甲我们两个不一样。现在来讲吼，所以这个我不了，对周界就是一个足大打击。迄阵这个问题到阮美的倒是也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扰。阮是所就讲，咱的五国的领土是这个吼，这个外蒙古已经成立蒙古国家联合国，1960年到联合国，所谓中国是这个所在，蒙古。我拄咧蒙古足袂爽了，咱咧台湾地方啊，因咧读书的时阵，拢家袂做伙讲是中华民国领土，足袂爽。阵啊，迄阵到美的倒是遐咧争即个问题，迄阵阮几个时阵，迄个建筑跟我讲骂，讲这民统主义两个国家吼乱讲，我们只有一个国家，你分裂国土，判死刑，哦。我讲我毋捌讲两个国家，讲无你毋是讲北京一个、台北一个，我讲毋捌讲。你讲安怎讲？我讲三个国家。伊讲哪有我着金门，我北京、台北还有我们还有库鲁。你讲无晓读册，我库鲁在哪里？伊讲库鲁是什么意思？你毋知影啦，因建筑的讲派王派虎，晓读册。库鲁就有人拍倒嘛吼，就蒙古的首都。所以阮美国岛的时阵，正义阮掠去的时阵上大就叫阮承认这个叫做中华民国，即马这个政府就见到领导这个政府是这个三个国家的总统，阮唔接受。阮讲这个政府统治是台澎金马而已。所以这个问题到美国岛时代。迄阵1979、80年的时候，还个电视叫阮了个骗，到我美国岛的时阵，就甲因录影啦，讲你甲承认台独运动，承认安怎，就录影，讲录影就录影嘛，录影了这个，我啦张俊宏的性命对着大家拢承认我们在推动台独运动，不承认台湾政府。代表着全中国，这个动也大，即摆建中资料，做档案发表出来，总统府讲这个录影带不能放，你放台湾社会变成笑话就对了我们足坚持讲，我们要注重推台独运动，我们认为台湾特别国会只有台湾地区的人才可以选，大陆那些不能选。迄个做叛乱叛乱这就是叛乱，但是我们不能承认这个政府的领导是爸爸这个所在。所以就是说，你看即马杜勒斯甲嘛，蒋介石通过迄个金门炮战以后的迄个叫做声明以后，对周界就是足大的打击出来。所以像李小凤甲谢化元，因为伊的历史册内底有讲，1958蒋杜声明是蒋政权中国生活的崩解。咱台湾的民主上困难，这国民党咧压制咱，伊理由就是讲，我是中国的总统，我是中国的政府，你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小部分，所以国会爱收束，考试爱收束，并且府院内对甲会当立法迄家人拢我说的无像西北东拢府院、司法院、刑事院、考试院、监察院拢外省啦考试在外省愈去较侪迄个做中国神话，
1958这个崩溃了，台湾民主运动就踏入膨胀。其实台湾的社会对民主的观念已经愈来这个，像阮美国转来，日本转来，欧洲转来，一大批人开始咧讲这个问题。但是伫禁闭中国压迫之下，这公开册也不知道会写的谢发言跟银行认定这是中国所谓的崩解，对。过2年以后，连震就开始发声。连震你当时真早就讲都反攻大陆5万，所以我们那时候差不多讲任何改革，共产党讲好啊，这个很好啊，但是反攻大陆以后再说，我安尼推嘛你要选举啊，自党法建国开放啊，啥物讲可以啊，很好啊，反攻你，这个袂使讲了嘛，因为连震真早就讲反攻大陆是没有希望的，不是说不公道的，不是叫他纠正唔当讲。连震其实以后伊也去扩展是3个罪啦，一个是讲反攻大陆5万，第二要涉中国民主党，第三是法律修改就连震第3罪啦。伊这3个理由，到尾用啥物智慧不报，后面判10年这个代志也是包括因的外省人和知识分子会受不了啦，袂使阁维持中国生活这种讲法所以其实是中国咧做的时候阮中华人嘛人参加真高雄市内一堆足侪台湾理万区内足侪拢有参加，遐人有诶看会用也非有诶多包括近年迄做这道地啦，农业地做影响着阮所以因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足侪，就我伫1978年当中选国代的时候，因拢想甲开导，我嘛甲因学足侪物件所以民主运动迄观念集团拖到遮来伊就判10年连震代志，伊小可阁要代志，伊这直接就是根据那个金门炮战以后影响伊掠去过是几，但是那个只有中国独家，包括我慢慢读个艺术迄观念拢也是家己社会搁第2年苏东时事件。但迄阵足侪人甲我讲，特别较年轻讲甲国民党讲道理没有用甲伊讨论拜托改革没有用，不如用武装革命。其实到美的倒时嘛，也有人咧讲，我拢讲武装革命对台湾来讲，我们没有那个条件这些都是美国是支持周介石，周介石是反共嘛美国当时都反共迄个支持，所以台湾用武装，咱也无迄武装，嘛无迄条件，国民嘛无迄必要但是确实有这种观念所以1961年3月苏东时事件是台湾第一件想要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办法，当然是也无法当就掠去了这苏东时本来判死的，到尾改判无期徒刑因某甲我做新闻做足久所以总体甲阮拢足熟就表示迄足侪代拢是练对阮后代影响足大我这是因为拍战以后第一个武装革命的思想就出来了，过来。说1964年不归你以后3年以后的彭明明事件，彭明事件其实伊是甲印团多年但人就掠去团咱台湾无合作，但是有一寡团去海外会团都转来伊的观念就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这个观念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做民主运动，人拢知影讲民主运动基本上就要肯定台湾甲中国有关的，
大家不管是共产党的中国，还是国民党的中国，咱也有观念，咱永远无法度民主，就是讲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吼。所以这彭友敏其实因拢是大拢，伊是政治系的教授、法律系的学生，内底拢就开始咧谈这个问题吼。阮所长，迄阵我是无教着的，阮介有识。彭友敏离遐去以后，佫放出来，软禁出来，伊找阮有几摆吼。阮所长做经理，甲阮拢熟悉吼。阮就讲要拜访买一个苹果。就亲像去买苹果，阮就只个讲，我毋敢去，恁查甫恁去，就这样去啊。我毋敢去，恁去对，恁男生较有胆去，阮就去啦。阮早有早就这个早讲，好来我来。所以就这了，迄苹果到个里面自由的滋味有写了吼，就听讲。用几个字，这个老师大概来，我们学生来参来甲拜哦，送苹果。This is In Conversation. 苹果做这个不一个对啦。I'm Shmita Basu. Today. 伊放出来了，我拢知影伊会做这台湾政府一边做，迄观念对不对个？虽然这主要这个团队伫海外团较侪，大家头壳做在，我嘛是知影。迄个团队内容，迄个是看1958、1960、1964可以去发展出来吼。对。1970年就台独联盟就成立了，世界性的成立。所以啥，这个国际局势一变吼，就该朝的中国神话已经面临足侪人海内外的反抗，一直来了吼，海外当然。不但个反对，就该做一个讲台湾独立的观念、独立建国的观念已经出来了，第五阶段是主权观念成熟。阮到尾啊，拢感觉讲台湾民主，敢若讲自由无够，就要有民主；敢若讲民主无够，就要有主权。所以我的册内底甲大家分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张要求民主或者人权，或者做反对运动。第二阶段中央事件以后，当人感觉讲只要自由不够，我要民主，所以修改选法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省长民选，总理事件以后参政的情形一直来越来越多。我毋是干讲你莫甲我管，即摆讲我要来管政府，迄个观念伫这个做总理事件以后，就已经发展出来吼。特别这1971年联合国这代志发起了，代志较严重。我迄本做生化联合国，咱遮可能无吼。阮主即摆大你讲2758决议。这是对就介就是足大的致命伤吼。迄阵虽然讲联合国，虽然讲阮即阵澳洲人讲安尼讲吼，就介一个一直承认讲，我是中国政府，两个讲嘛甲支持的，美国嘛甲支持，英国嘛甲支持啊，我也是中国的总统，恁台湾只是我中华民国的小部分而已，也佫讲大的事情。在1971年10月2758决议吼，讲联合国决议的文章就讲，代表中国是北京的政府，毋是台湾这个蒋介石吼。以后美国总统伫2年以后，因为宣布讲甲台湾断绝关的声音，北京正式中国政府讲说对中国外交做谈话，这是开始咧思考讲。台湾啊无主权就无民主吼，既然联合国都安尼决议了吼，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这个影响搁较大吼。这1971年老少几年就死出来。这个决议文吼，咱长年去这个国民党欺骗，
就介少会欺负着讲啊，我们退出联合国，我们退出。民主进步党成立以后，第一个这个外交部长姓黄，外交部长，伊开800万伫国家图书馆办一个展览会吼，讲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史料展览吼。我干嘛？我是想要干嘛？我讲中华民国没有退出联合国，只是说联合国的中国的谁代表更换那个代表权，没有谁退出，而联合国也没有提到中华民国这4个字。联合国不是这样哦，外交部长是较早就国民党的教育，伊讲有啊，我们退出啊，我们的代表从会场走出去啊，就退出啊，走出去退出会场，跟退出一个组织是不一样。所以这国语文吼，咱这国语文吼，较早大家唔敢讲，即摆是较侪人讲，那个讲创造道理，对吧？这国语文吼，部门是决定吼，配合中华 PRC 的原理吼，成立的这个代表联合国的中国的代表吼，直接把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组织这个驱逐出去 ，expel 驱逐出去。迄原文是 expel，这个原文就有老母是连条看会出来。这用词是用多个，用词是咱历史发展。了这个当然就袂爽，伊就讲退出联合国好了吼，其实也无退出，人家是把你赶出去而已。这个当然阮知影，迄阵1971年吼，台湾美国跟人足多，慢慢愈来愈多，这对主要就是致命伤。你要继续主张你是中国的代表吼，代表中国，你的领土是代表我国协同什么，讲不通了所以，对了，所以1997年10月25号、27号2天以后，就经过代表机构交给国际高层指示，今后作战一切以防守为着眼，关于防空到事情不做太多的准备。其实伊本来就无咧准备，以后不要再讲防空到这个事情，只要以防守台湾就好。所以你种继续讲是中国政府困难，这个我是讲后壁但是我用赵少康伊当伊代表中国大陆，伊火靠伊是奇怪啥更多，所以你认为做总统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跟他们讨论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其实我的小说内底白板路吼，就写较早渭水之恩以后北方团的北方的人来甲江南时拢不承认伊是江南的人，所以甲地方人我相信继续伫洛阳伫北方的权利甚至户口上都分开到尾南方的人要求一个。政治改革等于就是土断，讲户口，你人住的都是遐个人，不能再主张我是洛阳，我是首都的南方的人，你是我说土断像咱李登辉甲阮咧研究讲，怎处理在国新人的代志你著想一办法讲，咱的户口上的习惯甲取消。说赵少康即摆伊的户口会是台北市，伊不是讲河南的啥物啦。所以台湾即摆无外省人，咱对伊拢是平等相待。你伫台湾，不管你第一代、第二代，你只要住就那是晋朝时候的土断的概念。我自然做人时，我对这做做土断。所以李登辉讲是咧讲要处理这代志，大陆这想这简单的，古早就想过了，土断就是。取消习惯的，不管你的祖先是你本身是倒位来你住的都是倒位人，你的退休金、你的教育、你选举、备选之前，拢看你伫倒位的为准，跟你以前祖先的时候，你本身较早是中国大陆，都直接没有关系了，叫做土断
土断，所以这整个变化，所以我讲台湾民主运动其实是受国际形势变化，多当咱台湾抓住这个机会，伊伫咧改善啊，伊了迄个环境越来越强。啊，所以1971年这影响偌大咧吼，如果高铁连镇吼，1966年迄开吼，已经开3年出来。啊，连镇让这人这样处理吼，伊也不死心啊，然后就甲规章，伊不小心写一个长篇，说救亡图存献议去互老蒋的吼，啊，甲周天国，而且甲几个讲小五本啊，伊足关心的是从即摆起吼，咱会当救亡图存的是讲宣布成立中华民族台湾民主国家国家民主国家，这个台湾的理念，给中华民族哦，以求自保并安抚台湾人，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是连胜啊。所以连胜也伟大的是，1966年主就由老蒋的吼。我公开讲挑战老蒋，讲大陆没有成功，老蒋不要再做第3任我们做中国民主党，那是1966，今年1970年代一出来我跟着联合国的一个讲，一个蒋介石任满隐退，成立新国家哈，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所以国民党来做。中国神话整个破产，下面外省人都无法实施了，所以台湾其实台湾的这民主运动就愈来愈强，对啦。杨锡都给他出名，这是外交部次长，伊是这资料是为美国的档案出来的，伊甲要做。这档案是美国国务院档案伊甲美国驻台的大使讲讲1971年冬天的联合国通过时候，伊向周开杰报告，退出联合国是中华民国的自治自杀。他认为要保卫中国政府台湾人民的未来，必须宣布在台湾的政府跟大陆政府完全分离 ，separate 或者独立，伊讲这话好，咱是拄为止闽南有一起，咱这资料是为美国国务院资料出来，伊这个老蒋的也无动作，这是1971年冬天，我讲1950年早就枪毙对吧？伊个外交部次长。伊嘛较名叫做外省人嘛，叫杨锡坤啊，甲李顺的外省人，莫讲台湾人，台湾人早就看出，讲咱台湾一定爱甲中国合作，表示没有关系。所以从足清楚，阮美的组织就足清楚讲，民主甲独立，民权甲主权是有关系，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台湾的民主就爱表明台湾跟中国是没有关系，台湾不属于中国。所以咱现在就侪，本来做民主运动的人开国闭口拢一中一台，包括平民嘛是安讲是有原因的啦1975年蒋介石逝世对，中立事件，联合国问题6年以后的话是中立事件，大讲是国民党做做票的，啥物迄都是一个原因柯信良，其实柯信良会当选是竞争来帮忙的，伊已经为议会主席提名一个人，提名迄个做啥物名侯宪利啦王生要王生林是讲到这个时代要经历过讲，伊的后代会要选总统，就讲不能要选，伊对这个是离反甲离反打掉，离反提名的人莫当选，所以柯信良会当选是
包身帮忙迄是因诶对运作主要是民情人民对建民总部对国民党地方诶反抗不满的声音已经变做行动。所以迄阵中医事件，我伫罗东家己去上复选，国安局诶这主要从我哋中西安的指挥放火，让火给下，当时的放火。中医事件变是其实放火是王世叫人打的但是我这疑犯下台去高雄办中山大学出这监狱，但是迄阵的民间社甲公开放火办就是甲在变是结石头在画迄个掠去10几个人内底10个9个我骗我家己问拢无人。暗时倒来就伫遐看楼咧看，涂骹有气味就斗破啊，石头斗结中医事件表示台湾社会对国民党迄种权威、对建民总部、对迄种戒严的恐怖已经减少开始了反抗，反抗。反抗对国民党的政权较麻烦的，就是迄阵蒋经理讲，美国嘛承认我是中国政府，所以要继续维持中国神话的制度这在1978卡特宣布甲台湾断绝关系的时候，蒋经理也受不了了，你整个所谓中国这个神话整个破产破灭美国。也不承认台湾这个政府是代表中国，所以你讲中国要继续维持这个国会宪法戒严已经不可能对。这头前大概1975台湾咧推动的是做反对运动，反对运动是争取就是讲。你政府莫学个甲干涉这个莫甲出入岛干涉，做这个规定个干涉，争取自由。但是中医事件以后也是美国就是联合国通过了以后，美国也有甲断交，就是台湾社会感觉讲争取自由是不够，不要争取比较长久，所以开始提到省长民选、市长民选。修改选罢法政党政治甚至国会前面改选干个总统比赛，第二阶段已经进入到民主就是讲光是自由是不够，我爱民主所以足侪人参与参选咱第一公社会运动这观念是哪到1975年已经无共款。所以到尾讲参选人数就增加，较早少侪遐个知识分子，是讲美国留学、外国留学的博士，叫伊选新以为选拢来选，拢来爱选除非你国民党的，就是中医事件以后就不一样，从选举的选举1977年这126个正常到1980年到100多人较侪人参加选举，愈来愈老年，而且我是1978年才国民代表，为啥就开始咧挑战这个建民总部，甲韩建党这使，阮的贵将全来我好选，阮将大佬讲建总出差较无遐听，建总军官落来乡下无钱不怎安排。伊的声望伫咧港台湾人较无咧惊较侪人出来选这时候台湾遐天命参政运动的时代。这高雄事件是偌久，高雄事件美国甲台湾断交，蒋经国你看半年都在讲我是中国政府美国岛伊就用足侪理由这个理由，你若看我迄本第一法庭知影。用尽办法
从伊会倒咧甲阮审判迄代志，就是讲，本人对我感觉，今年建议总部足可怜就找不出名堂。其实伊就是要阻止台湾因为从汉奸到美合国，一直到美国断交，到即个死了以后前世，台湾社会已经完全无共款了台湾三个运动建国运动、民主运动、甲反抗运动一样爆发出来建议总部想要这个掠人，本来要掠200个啦建议总部的资料即摆释放出来，我就到40个就抓不到海外呢咧反对，美国政府也表示讲，美国政府上立场是讲，中美世界冲突不算是叛乱，而是 breach of peace， 咱个是妨碍秩序，这个是伤害还是妨碍秩序，跟叛乱无关，叛乱无关就袂使应状不怪。应状本来这天生是讲，2摆抓来拢，为着这个去一个大法庭，会当审判压制台湾，所以阮遐去，另外人讲，从此被人打坏了，你们海港，所以海港这枪毙啊，当啊这么大，其实因也甲40个条落去，而且从8个判了其他人是普通法院去审判，所以这1979 10月10号，对，这是几个都是审判。比如讲，不能叫好打，拢唔惊死，搁判死哦，遐笑笑其实我讲知影讲袂判死，无可能判死，到时因咧审判调查过程中间，要怎么样怎么样找那个证据，怎么定位怎么定位，伊就困难。那个法官抓去牢房甲问打败的，等于开庭的多一点就不会判死刑了，不要这样了。我讲判死刑不是你在判判死刑你看你进法庭不过就是过水而已，人家法庭死刑我是几率了。伊讲要先你合作一点我会替你讲话了。我看过你的书，很喜欢你的书，我哪一本书？我哪一本书来讲你喜欢？伊足为难啦，其实伊咧足可怜，我逐个拢搞到心伤悲伊个审判长姓刘到尾升做军华局副局长，为了上下工作。就是少将就是少将升官，总经就对外讲，我想这礼拜六国防委员会是如果考察计划是，去的时候去我几个所在去签了，留下来搁一寡人陪我去，伊个军法局就出来叫副局长，叫审判长来接谈，见面就甲行咧，手。我负责甲伊讲，莫甲阿手啦，莫甲阿手啦，足讨厌那审判长，我其实足同情伊啦，伊毋是咧决定审判嘛是决定，所以其实压制不了，因为国际情势、国内情势安尼，你我咱压制不可，所以到毕业到审判了，台湾政治民主党整个爆发起来，对。政结构其实嘛知影啦伊12月13日啦，12月13，我是12月13日啦，12月13到日记有写我红发革命也较清楚，境内列优外患交弊交迫，而且内政胜于外则，在政治方面，我总是想以礼德感化之，根本不记恨坏人，不记仇怀恨待人。结果但是结果无不失败，人性为何如此不如人意？我知影周建国伫掠人了17天写这篇我感觉掠人伊嘛足艰苦，无效嘛。掠人社会外口也海外各方面的反对，当中内部分人反对，听讲我咧做的时候就甲我讲，迄个黄少虎但我查不到记录，黄少虎甲讲，
因为会经过4个运动，会做你会做同个方向吼。啊，你着你讲爱掠吼，银行讲爱掠，拢讲爱掠，台湾做拢银行讲啊，小创办啊，我大头拢讲爱掠，有了袂使。啊，食黄上有甲讲袂使掠。黄上有讲台湾3大问题：戒严、宪法甲国会，这是咱来处理。台湾袂使继续用那一套宪法，啊，佮继续戒严，啊，佮继续那种国会方法下去。哦，你家己个讲，这3个问题是台湾现实问题，毋是你个人去创出来。本来就伫遐，爱家掠个3个问题，咱嘛爱处理。你掠因无效啦，嘛无必要。啊，今天讲毋知影怎嘛是到落了吼。听讲有一种讲法，当然国民党内部嘛知影讲，你会倒你掠人，主要是经过总部啊咧扣钱，这种经过总部惊咱甲挂了技术罪个，掠人。其实国民党内部知影讲，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你这掠人袂甲解决代志吼，而且加深台湾人的反抗。到尾都无偌久，民主进步党成立了，哦，真个讲毋敢掠人，吼。而且1980年，这是1979第二年，1980年12月选，周清勇伫台北市选最高票当选啦。这边讲，迄阵啊，去着报告讲，跩美丽岛的家属，美丽岛的辩护人，美丽岛有关系人拢无人会调，因台湾社会真讨厌美丽岛，结果拢当选吼。这几个都应该是有足大的打击，所以民主进步党成员今个讲毋敢掠人吼，啊，到尾嘛被迫就是这个。啊，所以到这时阵，过来，到这时阵，台湾的种迄个民主运动吼，甲国际形势拢变化吼。1980年吼，伊就被迫宣布结束戒严过来。所以到第7阶段就已经，台湾不再只讲民主，就要讲建国运动，因为咱知影讲，没有主权就民主，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台湾来讲，中国一部分永远民主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戒严的问题，宪法的问题甲国会成员的组织。台湾的包括中国代表都包括咧讲。大陆代表出来，外省人代表中国吼，讲台湾只有台湾的国会专业改选，总统也改选为民主，真正民主要发展，只有是讲台湾到底是不是独立的国家，我们有没有主权，台湾跟中国有关系，所以就开始咧推动建国运动，我迄阵啊，开地方啊，讲台湾是那国家不是人可以阻止的吼。伊结尾伫2月5嘛讲，万年国大仍然支配着国会情势下不可能民主化。伊结尾嘛爱讲吼，万年国会若无改选吼，民主化是无可能吼。但伊个代志拢已经明讲出来，你结尾是台湾总统啊，伊个讲搁较有路用吼，过来。所以民主进步党成立了吼，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伫我的厝吼，周清勇伊伫我的厝，我就咧做咯吼，伊遐写的吼。真个讲毋敢掠人，但讲因为讲这民主啊，这开放伊无掠人，反落来袂讲直接讲容忍啊。伊容忍吼，我讲伊不容忍就容忍，客观条件已经不一样，所以民主进步党成立了以后正常化的时候，结束戒严了吼，对。迄阵民主进步党所集中精神，迄阵啊，现在我在做当初写论文那方面主要就是咧国会前面改写万年到节，一错万年，主要先推动这个。你讲这个国会前面改写，是用在讲民主，是用是咧讲主权。
就是讲咱的国会全面改选了，是咱的国家领土会当选国会议员是有约包括中国，有约包括蒙古。咱的主席来讲没有，咱的新国会只有台统金马来选，所以迄有民主主权问题、民主问题，所以民主问题甲主权问题，民主运动甲建国运动已经结合起来，拢咧处理，大家确实拢物件，拢到处有的时候到处抗议对。这228本来是禁戏，就那么才讲的7月或者是这样台湾反对报纸，过来，而且4月25号是我做这民族进步党主席本地外口，这情况是国民代表在内底，因内底就经过了情化，全面改选，进行到已经呆了，一直好像失智的很严重外口有5万人也咧发把谁下台不会改选，过来，所以迄个19884月17号，我还咧做东京社，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讲对，把主权拿出来是，都不敢来讲民主的，就讲咱无主权，就没办法讲民主所以这已经到民主政治的改革是到了慢慢咧收尾过来1988新国家运动观念出来，1月就我民国对变这个国会给它改造，过来，我民国下台，已经一批又一批在办的时候，人愈来愈多过来，1990太阳花运动出来，因为是主求国会要全面改选，你等于先写。加一个总统直选阮也支持，过来。虽然民主进步党1990年，文献改做当初的水果，我国主权不及大陆外蒙古我国未来要来改革，要在40年土法之上。我咧做当初是讲，我不属于北京一个政府。文献改做当初是讲，一个政府一个土地不属于我们。这个时阵国务院做袂爽国务院做行政院长伊讲大陆是我管的，怎么不是？迄阵之前要咧做管长，国务院派一个人过来直接讲，这通用若要掠因翁，因这是我写的今天我甲讲，这搞中央最重要，中央就甲通过中央嘛袂来掠伊阵要掠是已经足困难，要掠啦无剩一摆李登辉讲，李登辉做总统讲，外蒙古不是我们中国民国的领土，伊是联合国的会员无剩第二点地方就讲，外蒙古还是我管的，所以就讲。郝柏村比总统较快，总统讲大陆是我管的，外蒙古不是郝柏村讲，我讲这种不是的，我的领土不及大陆跟外蒙古，我的领土，这确实民主进步党也但是咱的领土就是开放最多几码的，就紧了嘛都看到事情结束这想法改变过来，开始就足紧了，这代志解决就足紧，另外像咱改选首长民选、总统民选，这个政党轮替就足紧即摆上严重就是2004年那个时间呢。
讲足久咯，我时间有2回。立委减半吼，伊当时就大家讲台湾是稳足好诶，啊，就有人提议讲立委要减半吼，本来220个，到713个吼，破坏党的结构，而且佫用那个宪法修改程序改得更严重。迄种后壁做总统，就是甲连做签字讲即两个签字啊，后壁也欢喜啊。还是即马咱立法院会真困难，就是为这立委减半来啦。因为民主进步党得票超过国民党，席位比较少。哦，这中间我是足懊恼，我知道这考试演场，我无咧关党的代志，无咧关。啊，但是伊阵本人总反对立委减半。哦，立委不好的问题不是减半，立委减半让立委的权力加倍，而且立委减半有条件啊，这个立委减半条件减的，咱这拢减的，哦，拢减，我像阮中华10个减出4个啊，有无吼？啊，像阮台中市8个出3个，哦，啊，台中县11个出5个啊，话无减啊，你过来后壁，哦。这没有减啊，台东啊无减，平常无减，基隆、连江、连水会减下个吼，平常无减啊，哦，平常无减，而且原住民会，原住民是阮中华，哦，差不多1/3的人口哦，阮中华4个未来原住民大个。啊，连江在办理的啦，利用啦，所以根本即摆陈义做到歹叫吼，只有两个公民在来几个吼，啊，所以这制度之下吼，226个减啊剩113个，结果就是今仔日我真懊恼吼，我找了这写足清楚，你哪有讲看？哦，所以咱一般咱不着8成吼，啊，连续是减2成，本不减，啊，5区无减吼，4区没有减的吼，啊5区有减，啊，这制度是唔对啦，是唔对的，真足大的错误，我册拢有写吼，这我难过，这都爱去把面，现在咱的选民就较侪，席位较少。就是种减半不合理的结果，对啦。啊，现在修改吼，修改足困难，修宪案要通过非常困难。所以你这位查囝李安妮有参加即摆的讨论，伊足反对吼，啊，就按足侪小党都反对吼。伊讲这是一条做灾难性的立法，灾难性的。伊这位任命的话，哦，根本无法度修改这个宪法，吼，对吧？所以我讲过就是讲，台湾人对，因为咱台湾有咱以前有国家有政治，所以咱的上领立的就是叫做国民意识。足清楚，但是咱慢慢开发变哦，有100年前开始慢慢开发变，慢慢咱有有关的吼，国际形势以前较紧嘛，啊所以我先讲出去了，我睇联谊报讲，咱的你要了解民众爱看以前的经济是安怎来，啊以前的教育是安怎来吼。啊，咱根本从1992年从这里开始，哦，离开民开始，终于1992年，1921年到1992年，已经都有刚刚开始做的，不能跟前半样的这种做法。啊，所以有真多，我都要讲有真多，就是为啥做。我咪参加写，个台湾民主运动的中年危机，哦，啊，即个听讲写袂成出来。
足歹写，啊有写足侪人，我欢迎各位写。好，谢谢各位哈，多多指教。